妈，哎，我是你幺女儿啦。你我的，你是我的幺女儿吗？哦，啷么的嘛？你认不认得那个幺女儿嘛？认不到，认不到哦。认不到。你想不想你幺女嘛？想，你爱不爱你幺女啊？啥时候买的幺女儿？啷么的？我问你爱不爱你幺女？哦，那你说明一下了。啷不该啊？你是爱幺儿子吗？是爱幺女？幺女幺儿都可以啊。都可以啊。哦，哦，是公平的哈。哦，他们说你爱幺儿子些啦。那他们要那么说，我就不知道啷办。你说看看，你心里是不是公平的嘛？我这是公平的。真的呀？哦，不错呀。就是看还有啥子我的哦。那你把那个钱给我嘛？要不然嘛？钱给你做啥呢？你爱幺女就给幺女嘛，你给幺儿嘛还是给幺女嘛？幺儿子幺女是一无人哦。哎，那一下给吗？一下给完，那看你给我好多嘛？那个我就不决定了，我就不决定了。那你还是舍不得你我。们哪个婚结不等话说？